我是伊的主日学老师对吧？哈，以前阮在读大学的时阵，伊还搁国中吼，所以阮拢有转去甲因带。去年旧年的教会来遮第一遍来甲建成教会，我也真欢喜发现讲哇，你讲有够巧来甲台北就找着遮尔温暖的教会而且成长安尼所以旧年来了，我就真侪人就变做我的朋友所以你就潘弟兄甲我讲，今年过来演讲，我就讲好哦嘿，你管讲。伊甲我讲，你当时会当来，我讲愈换愈好，所以排到今年8月啦因为我最近还阁继续咧写台湾史的册所以而且我是因为咱拢差不多年纪啦我是问恁一项代志恁感觉咱即个世代爱留互下骹即个世代什么物啊？信用，阁咧？环境，阁咧？历史，阁啥？钱，厝，对吧？搁一个真要紧，就是精神，咱爱有甲咱的精神咱的即个无形资产咱除了留互因有形的资产厝啦钱啦之外，咱爱留互因咱的无形的资产。所以我一直即摆有一个感觉啦咱即个世代爱拍拼讲故事。咱来甲咱一生的过去，咱的拍拼，咱真拍拼嘛咱有真拍拼到即马对无？咱有累积真侪物所以咱来甲讲出来，咱来甲变做故事，互因知，看你是要用嘴讲，要用写，要用唱的，要用任何物咱来想办法甲留落去。无咧，咱的囡仔足可怜的呢，伊毋知要去学啥物。模仿什么咱即世代有个人足客气讲无啦，我着真罕慢讲话我着袂晓我着无啥物好讲的袂使安尼。咱若无讲点伊，囡仔着毋知影要创啥所以咱若感觉讲外口真侪媒体拢讲甲毋知咧讲啥你去讲咱来讲咱谁要互因讲，咱嘛会使讲，尤其即马脸书的时代，即马网络的时代。对无？咱家己开直播，咱家己讲咱去占媒体的版面咱去抢因的卖句对无？所以我今日来其实是要甲大家鼓励啦我是要甲即个，因为台湾真正要讲爱讲足久的讲袂煞其实咱嘛是拢咱甲即个历史拢做伙经过所以我今日来是要甲大家打气邀请大家做伙来做即件代志因为这是我。历史界的时阵因为有熟悉一个作家的朋友伊带我去见一个即摆迄个中正大学的校长做林聪明迄嘛阮本人人迄个人嘛是安尼艰苦出身的着咧甲伊听伊的故事伊着讲一句话互我安尼真大伊着甲迄个人讲你的故事我替你来写，因为你写的故事可能无人要看，因为有人较晓写，有人袂晓写伊讲你的故事真精彩，你一生真精彩，你会使甲你的故事互我写。咱即个世代，伊搁讲一句话，我感觉足有智慧。伊讲咱即个世界甲即个时阵，咱若无甲遮个故事甲精神留落去，随着咱若点伊就点伊。咱的囡仔想讲无哪有啥物物所以咱一定爱想办法。甲咱有诶物甲咱诶智慧，甲咱诶经历，变做故事，来甲传落去。OK， 好无？好。会使好。所以以后大家拢会使轮流来遮讲故事所以即摆故事即项物，因为你讲教训就无人要听嘛你讲训话就无人要听嘛。你讲故事囡仔就讲好，就来听所以咱来变做一个真够讲故事的人所以我嘛邀请大家来变做一个故事人，讲故事的人所以我婚姻遐的故乡嘛是有人咧推动即个故事馆故事馆就是逐个人的身上拢是一部故事，咱的人生拢是一本小说，咱会晓写甲袂晓写呢，对无咱若袂晓写，咱讲互别人听，叫伊甲咱写，对无咱若会晓写，咱就家己写，咱若袂晓写，咱就用讲的甲录起来。叫人甲咱写，这真要紧，这就是台湾的历史咱每一个人拢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台湾历史毋是遐个啥物人才有，咱每一个人拢是所以我今仔日其实是要讲即件代志
因为我变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吼，其实嘛是一个偶然吼。啊，这是我甲互潘弟兄的题目吼。啊，谁怎即个题目？因为这是我第4本册的册名吼。啊，我第4本册即摆搁咧写足久的吼，生拢袂出来吼。出版社讲啊，你即本册哪写遮久？我讲都生袂出来啊，难产吼。伊讲哪会遮歹生？我讲你知台湾足歹生出来吼，因为咱对台湾拢无了解吼，所以这是我第4本的册名，提前打书啦吼。但是当时的生数我毋知啦，明年看有机会无？因为一直收，搁一直收吼，真侪物啊，一直收，一直搁收吼。好，啊，我有来过啦吼，所以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有人捌我，可能有人毋捌我。我土库人吼，我婚姻土库人吼，全台湾上山的迄个所在，所以就爱靠阮搁继续拍拼吼。啊，这是我的经历啦吼。啊，我即马本身移民团咧教册吼，我是因为我本身是学历史吼，啊，我本来是伫咱的时代袂使讲台湾史嘛，对无？吼，咱的时代若敢伫遮讲对无？吼，较外就消失啦，对无？啊，所以咱佫会使伫遮坐咧讲，咱就爱拍，这是足大的幸福啊！啊，所以我开始咧，所以我以前阮爸爸拢甲我讲吼，读历史会使，莫学白讲话吼，啊袂使学白讲，啊讲诶会无命吼，所以读历史是真互人惊吓诶代志吼。所以以前我较安全牌拢拍中国历史啦吼，因为迄上安全，凊彩学袂晓嘛无要紧吼，啊，反正迄历史就是安尼尔吼 ，OK。啊，所以我感觉真无兴趣啦吼，迄个物仔离我足远诶，所以我尾也开始教册吼，啊台湾也开放啊，所以我就开始家己来自修啊，哪教哪读啊哪教吼，啊嘛安尼慢慢啊，我咧一直咧想讲，上帝吼，我到即个年纪吼，我拢即马感觉讲，上帝互我即个一直感觉有一种要安讲，迄个感觉讲，上帝伫即条路顶悬，互我有运数吼。所以我想，我今日当来遮嘛是上帝互我的运数吼。因为教历史的人足侪啦吼，啊，通常历史课学生拢会拄久啦吼，因为太无聊吼，啊，听着历史课就想要困啦吼。我以前咧上课嘛是安尼啦吼，啊，所以我家己咧教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找一个家己的方法出来吼。啊，慢慢啊，拄啊有一个机会吼，迄个98啦吼 ，FM 98.1吼，迄是深南的台吼。讲要爱一个讲台湾史的人，有啊，好，来，我来讲历史互恁听啊，我就去讲啦吼。而且嘛讲真大的时间，尾啊去互出版社听着，出版社讲，即个人讲的历史，佮不只要有点仔趣味，爱着敲电话互我，讲你会使甲你讲的写落来。我讲即落册无人要买，即落册哪有人要买即种册要创啥吼？啊，但是伊讲袂啦，可能吼，因为伊徛咧市场的立场吼，伊讲应该是有人真想要了解台湾，咱来甲写看卖啊。啊，我就讲好啊，反正是恁要出册啊，啊恁若出来卖袂出去，我无负责哦吼。啊，伊讲好啊，试看卖吼。啊，我就用安尼的方式，啊，就会开始去试。啊，真奇妙，就是讲，竟然写出来吼，竟然有人要看吼。啊，所以第1本出来，这第5届的台湾史，迄出版社号的毋是我号，出版社真巧吼，有迄种名看起来就吼，到底什么所在去互5届吼？啊，就开始有人去买吼。哇，出版社讲哇，安尼袂歹哦，有市场，来写第2本吼。啊，佮甲我讲半年以后第2本就来出来，我讲拜托咧，半年哪有可能吼？所以我第1本甲第2本中间，我就去。阮婚姻的台朋友带伊带1个月，写册写到破病，伊就知压力真大吼。啊，尾来甲我拖到过当年，才出一本第2本的做被混淆的台湾史吼。啊，过来就讲安尼袂歹，1字啊，就爱有3嘛吼，啊就3，啊就搁写出第3本被扭曲的台湾史人甲我问讲这英语要安怎翻吼？我讲恁家己去翻看嘛，咱英语要安怎翻啊，所以即马就讲好，第4本我甲你哈，扭曲的啊，毋是3个，
大家甲好好，大家甲好好，上好会当甲翻做法文啊、英文啊、日文啊，互世界人来了解咱台湾吼。啊，所以出版社就甲按好第四本的册名讲被忽略，啊，防忽略就忽略啊，要安怎去找？吼，你讲扭曲就讲安尼甲变做安尼，误解就讲安尼变做安尼，啊，忽略就忽略啊，就忽略啊，我要去对找，啊，真是甲我真大的考验啊，要甲无话找出来吼，哎，这就是吼，感谢上帝啦吼，我这册内底吼，第一本中国有甲翻译，有甲改做有出版简体版，第二本吼。审查1年、2年，讲袂使出版，吼，因为内底有讲日本，啊，哇，中国人若看到日本迄2字就惊着啊，吼，袂使啊。第三本吼，我甲出版社讲，既然中国袂当出版，你着尽量甲写啊。讲哦 ，OK 好哈。因为咱有当时为着中国要出版，咱可能有诶所在就爱甲避开。啊，中国就无要爱啊，咱着甲认真甲写吼，着甲写台湾 ，OK。而且吼。我要阁提醒大家一件代志，你知影无？即马咱台湾的台湾史吼，啥人咧写？你知无？中国咧写。即马中国已经替咱写台湾史啊，因为伊知影咱若听着中国2字，咱就无爱，咱就甲摕去边啊，对无？我无爱教中国史，我无爱插伊。不要紧，你要爱台湾对无？你要读台湾史对无？我替你写。我写互你看，OK 啊！我拍台湾史的电影互恁看，安尼有啥物问题？中国替咱写台湾史有啥物问题？伊嘛为咱台湾所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拢甲收转来啊！我嘛有资料啊，我有参考啊，恁所有的研究的，我拢有啊。角度的问题，徛伫啥物角度？伊安怎写，就是徛咧中国的角度嘛。我安怎甲你解说，你就是为中国去的嘛，遮简单。反正吼，恁袂当否认嘛，恁就是中国去的嘛。啊，若中国来的，你着拢毋免安尼抵抗啊嘛，对无？血浓于水嘛，血比水较浓厚，对无？所以咱即马中国也真侪钱，甲咱台湾的囡仔。甲咱招待去大陆嘛，吼，拢落地接待啊，你机票啦，哦，迄种团吼，一年几啊百团，啊，恁来吼，我着带你来救皇帝啊，皇帝、祖先，吼，啊，我姓陆的，伊着带我去拜，伊着带我去看陆家的祖先，啊，你姓林的，姓林的，着去看你林家的祖先，啊，你姓黄的，我着带你去看黄家的祖先，你总袂使否认吧？你就是为遮去的嘛，所以转来就是回家啦。咱就是转来啊，所以大家去拢哇，拢讲回家，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就转来。有毋对无？嘛没有错啊，啊有问题无？有。哈？有问题无？有啊。问题啦。哈？伊就是要爱你的台湾，毕业啊。啊，伊是要咱，是要爱咱的台湾，吼，这就是一个当研究的所。OK， 所以我即摆想要讲的，就是讲，咱的台湾史，咱若无家己写，啊，着伊替咱写，吼。啊，伊若替咱写，咱绝对咱袂去注意着。啊，咱嘛甲参考，啊，着讲过来，啊 OK 啊。所以中国用历史，吼，因中国人上知影用历史统治啦，吼。我历史甲解说出去，啊，安尼来，即条线着扭过来，我若甲你写讲你是我生的，啊，你着我生的啊。你讲啊，毋是，我家己写甲足清楚，你嘛袂当，吼。所以历史即项物啊，上恐怖的所在就是伫遮，吼。所以想咱爱去注意即项代志，顶真即项代志，因为咱互讲去，咱互写去，咱若无紧甲救转来，咱的解说权就互人摕去，啊，解说权人摕去就随在人讲嘛，对无？人若要甲咱讲做乌的，要甲咱讲做白说。前一站我去中视有一个节目吼，伊要拍台湾史，要讲台北历史吼。啊，我讲中视是安怎要拍吼？厦门卫视要拍吼。啊，伊就讲即内底吼，啥物爱讲，啥物毋免讲，吼啊，强调啥物，吼
啊，啥物卖强调，吼 ，OK 哈，所以你知影讲，当然我甲迄个制作人讲，你的立场我了解，但是我讲我知影，啊，你要安怎去教？你莫甲我无讲的钱为我存就好啊，你要甲我讲的教条，是你的代志 ，OK， 吼，因为伊是有选择性的。伊因迄个节目就是讲强调泉州人对台湾的贡献，啊，你漳州人就去边啊 ，OK 哈，客家人嘛去边啊，我要看泉州人安怎贡献台湾 ，OK 哈，好，所以若安尼吼，互咱听起来吼，我只是做一个提醒啦，因为咱可能无人去注意到即件代志吼，所以咱课纲敢若讲，甲中国放咧迄边，甲这放咧迄边，我敢若放台湾书，伫你台湾书就别个人写的。OK， 吼，所以，你讲无上写会着，吼，我看吼，即项代志就是讲，咱来去研究、去思考啦，吼，到底上谁说了算，吼，咱大家来研究。所以我今日其实就是要甲大家来讨论，吼，就是讲咱做一个台湾人，咱伫即项代志内底，咱要安怎去尽捌家己，吼，头拄大家讲，中国吼。伊是安怎要来台湾？报道，搁咧。最近毋是有一个网络迄个毋是网络啦，网络一个消息讲，最近调查嘛吼，全世界上好大就是台湾，全世界上好大就是台湾，最适合居住的国家，因为咱看台湾这是台湾，对无？好，来。我摕几啊图，互大家了解看一下台湾伫倒？小王子街上面，对 ，OK， 好。然后呢，这嘛是台湾，对无？咱即马想的台湾，咱拢安怎想台湾？咱拢安尼想台湾，还是安尼想台湾？咱拢安尼想，还是安尼想？咱拢有甲台湾放咧全世界去思考，还是咱拢甲台湾放咧中国的边仔去思考？全世界啊！当然是放咧全世界啊，但是咱敢有？无。咱无就甲家己关起来想，无就是放咧甲伊做伙想，较看得伊，对无？较看得伊。咱来会记你一项代志，咱台湾是一个岛屿，对吧？这边有一个太平洋，这边有一个台湾海峡，这两个有无共无？拢无共。拢是海，但是咧，无共。这边是一个真宽的太平洋，伊行过是一个真大的世界，这边是一个。浅的台湾海峡边仔是一个，对无？咱拢永远用西部咧想台湾，咱较看得着国。咱即摆爱甲倒兵转来，好无？咱来甲咱的眼光放咧太平洋。咱甲美国嘛是两岸，对无？甲日本嘛两岸啦。咱甲日本可毋是两岸，是上下。咱甲美国正是两岸的太平洋两岸，对无？咱想到毋想迄个两岸，一直想迄个两岸，有迄个两岸就甲咱抢下，人迄边迄个两岸，对无吼？上讲咱以前爱想即个两岸，咱袂使想迄个两岸，只是奇怪，因为咱住西部啦，所以咱永远着用西部的思考咧想台湾，对东部的人无公平，吼。所以我着讲，即本册我甲反转一下，吼。至少爱互东部的人一个位，因才是台湾的开始，因才是台湾的重点。想到咱会放咧西部，因为咱大部是为西部迄边过来，安怎来较快再讲互你听吼。所以我想咱是甲台湾反转一下，互大家小想一下，咱要安怎？所以咱较悬头壳底咱着甲台湾先想好，你要放咧倒一位来思考你的台湾。搁来我搁转来讲一项代志，就是讲台湾的历史咱若要甲算起来我甲用一个色块上长的迄块就是原住民的社会这差不多有
即摆我甲研究起来吼，上少有3万，上少台湾有人，上少有3万，上少啦吼。啊，若要搁较久，可能有，但是找无来。上少应该会当较长，至少有3万，吼。啊，搁来就是讲，咱即摆讲的400年的台湾，吼，400年的台湾大概就是伊荷兰，吼，伫南部，啊，西班牙人伫北部，啊，搁来第成功因迄个家族，吼，啊，搁来就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几年，吼，啊，搁来日本统治台湾50，啊，甲即摆，后摆搁来要咱行过吼，由咱来决定 ，OK 好。啊，即款的台湾就是咱的400年，头前迄个3万年的台湾。倒一个才是台湾史？哈？拢死去啊！除了咱头前拢嘛死去，拢死啊！因为人就是死去，才变做历史的一部分嘛吼。咱遐活咧，咱遐搁咧很多，对，咱遐搁进行中。啊，人离开世间迄刻，就是行入去历史啦吼，伊就会使开始甲评论啦吼。啊！结果伊是安怎死吼？人最后得到答案就是讲，伊是安怎死，对吧吼？但是安怎死无要紧，吼，因为人终究会离开。但是咱伫世间，咱留啥物落来，这才是要紧，对吧？咱拢有贡献，咱有留囝予人，咱有生囝，咱算有贡献啦，吼。我拢也讲，若无生囝，就爱写册。迄嘛是立德、立功、立言啊，不朽嘛。对无？咱爱留精神啊！啊无活咧短短要创啥？出世死去，啊若拢无创啥，对无？啊着出世，啊着好死啊！咱若要去天堂是安尼搁较紧，搁袂做错事吼。但是一生要安怎互记录？吼，这就是一个会当去讨论的。好 ，OK 好。啊，即块安尼真复杂的历史吼。吼，真复杂，真复杂，所以我即摆是按第4本册咧写袂出来，就是因为我咧写3万年的历史。我试着要甲3万年的物仔吼，甲厘清，就是讲台湾的原住民到底安怎生来，吼，啊，咱安怎一批一批入来台湾，安怎为迄地变做即地，变做即地，吼，这是我咧，因为我真好奇啦，吼，所以我真想要知影啦。啊，考古学家吼有挖足侪物仔出来，啊，但是才一地一地一地，哦，啊，考古报告嘛足侪，但是吼无啥好读，啊，我着想办法甲挖出来，啊，想办法甲读，啊，想办法甲消化好势，啊，我再想办法甲写出来，啊，互大家来看，吼，因为我感觉迄项物仔，咱绝对爱讲清楚，不能讲我们的祖先是皇帝啊，吼，哎。甚至皇帝，迄皇帝嘛是传说中的人物嘛，对吧？吼，因为恁若讲哦，人讲迄个谎话讲100遍嘛，就变真话，吼。历史即个物仔要安怎去记录？安怎？咱要安怎甲台湾的即个来龙去脉吼，甲用互清楚，我感觉这是一个当务之急。我甲拄仔讲的啊，中国已经替咱讲好啊，伊讲南岛语属于中国去的啊。你的所有文化拢是中国去啊，所以台湾就是中国啊，唔免挣扎吼。所以你知影我伫迄内底要拿捏吼，而且搁较恐怖，就是讲其实咱古早咱有一寡学者，本来头壳底就是安尼想，咱的学者都是安尼想啊，所以伊嘛无挣扎啦。因为你知咱台湾上早的考古学是日本人来做，吼，啊尾也是49年之后。中央研究院一批人是本来咧做迄个甲骨文的，本来咧做北京的甲骨文，啊对国民党来台湾，啊所以因咧台湾咧挖台湾的物仔时阵咧挖啥？安怎看到一个就讲，对嘛？你看这就是北京的嘛，这简单，也免想啦。挖到一个讲，对嘛？你看这就是河南的嘛，总免挣扎。安尼直接甲想起来就好啊，因头壳底就是安尼想，所以迄个一个学者叫张光直，伊较老的时阵吼，伊才讲，哎，我迄阵啊头壳安尼，伊家己修正啦，讲我迄阵吼完全无考虑着直接甲做一个推论，讲台湾挖到啥拢来自中国，安尼，伊尾也讲哪像毋是哦，吼，伊有学术的良心。
伊才讲那像毋是哦，那像是南方哦，哎呀，那像是，所以即马学术内底嘛有一个拉扯，有个人安怎讲就讲位迄边去，有个安怎讲就讲位遮来吼，反正就是即个物仔嘛，你要安怎讲拢会使，所以即个立场安怎掠，即个证据安怎找，我逐工拢伫我的电脑内底伫遐挣扎。即句甲写落，你着中国个人啊；即句甲写落，你着台湾啊嘛。一句两句到底证据要安怎掠？你袂使扭曲啊，但是你要安怎符合事实？这就是，所以我讲出来任何物啊，大家拢会使问，无要紧，因为我毋是上帝，我袂当做最后的判断，我只是用我的经验甲我的资料来做即个论述，安尼 ，OK， 所以我着讲。即个台湾你遮尔济人统治过的台湾，你感觉台湾的历史，咱爱建立一个什么款的角度的台湾史？这是问题啦，这无答案，这咧问大家，咱要安怎建立？咱需要一个什么款的台湾史？建立一个台湾独立。迄要安怎建立？咱要安怎去说服？咱得爱去说服，爱去讲台湾的独特性，上重要，我感觉爱建立台湾的自信，因为咱台湾最近毋知安怎，一直拢无自信，逐工醒起来拢想要共骂。台湾就逐工咧受气，毋知咧受气啥物，咧受气，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咱台湾即个物仔因为你知影咱以前的世代咱无读过台湾史，对无咱看台湾史就惊死，对无？我甲统计差不多即马台湾32岁以上的人，拢毋捌读过台湾，因为无课本嘛，无册嘛。袂使读，32岁，因为开始迄个时阵，国中的课本内底有一个叫做认捌台湾，因开始有点仔概念，但是一直到即马，我逐摆咧上课教台湾史是上歹教，咱的囡仔一本册甲会使自由行自助旅行，你过台湾家己自助一遍伊可能尤其咱台北囡仔根本台北盆地也不走出去台北一只飞机飞咧，就日本世界去。你甲问讲台湾，你咧讲啥？咱囡仔拢听无呢。我讲我婚姻，什么这？土库、高雄、花莲、台湾的内地，台湾的内地是哪里？南投啦。山东在哪里？台东。咱的囡仔咱台湾的囡仔对台湾，其实咱讲咱完全无捌，毋捌。所以我咧讲台湾史哪咧讲迄毋知外国的倒一国的倒一国，逐摆考试我就知影出来你教世界史凊彩乱教囡仔当作会晓，拢听过，台湾史拢毋捌听过，啥物卑南碗糕啦，什么伊拢听无，所以我伫学校内底我一学期台湾史我敢若开一班，我世界史开6班，我拢甲迄班讲我甲毋是我头家安尼开啦，因为阮学校的迄个课程架构，伊会感觉讲你遐济台湾就要创啥所以我拢甲迄班的人讲好，恁是我的经济种子啦因为我经济也咧恁传福音。咱若无认捌即个土地，咱是要传，咱要安怎互遮个人讲上要接受咱的？像即马外口咧拜，咱是要知因咧拜啥，咱当然要了解伊是咧拜啥，咱才会当甲讲我比你较好。无伊讲你毋捌我，你哪会使讲我毋是 ？OK， 台湾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鬼神。所以。当时清朝统治台湾，就知影台湾人啥物拢毋惊，干那惊鬼神，所以派妈祖来管。妈祖就是清朝派来管台湾的，管到好世界嘛甲即马咧管嘛咱会使甲政治有真敏感，而甲宗教咱就无敏感嘛。有，所以咱所有神明拢中国神啦。
敢有奇怪？无奇怪啊！咱所有新民拢中国式啊，拢穿中国衫，你讲要去中国化真困难。吼，咱的新民拢中国式，所以中国嘛知影啊，你毋爱我对无？妈祖恁要爱嘛吼，所以拢用妈祖甲咱救过啊。所以妈祖是两岸的和平女神，你知道吗？清朝伊的，所以你若伫台湾佚佗的旅行的时候，所有妈祖庙的所在，就是当年清朝统治团成教的所在。伊就起一间妈祖庙，所以清朝所有台湾的反抗，拢叫妈祖来平乱，吼、所以你知影咱有啥物林爽文啦，啥物朱一贵啦，啥物遮会乱吼，你去甲看平反的拢是妈祖的兵，吼、妈祖信用的兵啦，吼、所以咱的迄个淡水有一个迄个妈祖庙吼。因内底讲吼，迄阵法国来拍台湾时阵，吼妈祖嘛去咧战咧，战甲安尼衫拢湿的呢，吼，所以妈祖就是替台湾咧，吼，所以你知影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内底，迄就是因为台湾人啥物拢毋惊嘛，你啥物煞人甲我统治，咱拢无咧插，可是新民咱上惊，所以统治台湾就叫新民出现就好啊，吼，这就是。所以咱台湾即马佫愈败愈严重，吼，愈败愈严重，有无吼？像我当去阮婚姻，吼，恐怖死！啥物妈祖有无？迄个啥物大甲妈，我惊甲，吼啊！即马佫甲文创、甲文化拢结做一伙。我想讲台湾嘛，免啥物开大学开遮较大堆啦，拢变啦。读半天嘛是愈好去对无吼？你毋要安怎嘛无法度啊！逐个都洗甲好洗甲吼，好甲在中国无信用住，啊无吼，咱怎直接互推去吼。伊即马就是因为咱有一段，伊无迄段，但是伊就用你的管理的安尼就好啦吼。OK， 好，来，所以我意思是讲吼，台湾历史内底有足侪咱来去厘清，但是你知影讲到信仰，第一个入来甲台湾的信仰是啥？就是咱的基督教。当初第一个入来就是荷兰人，甲即个基督教传入来咱的台湾，尾啊，真侪国家像荷兰一直要爱台湾，其实是因为伊知影即地是福音。中国袂使有信仰嘛，基督教袂使入去，所以伊就想讲，我来当占台湾，用台湾来做福音来传出去。19世纪的中间吼，美国人嘛想要来台湾。伊嘛想讲用台湾做福音，传福音来甲传出去到中国，所以伫华人的世界内底，台湾是一个上早福音入来的所在，嘛是一个福音。所以咱即摆人讲，尤其美国是安怎会捍卫台湾，其实伫信仰即项代志，因为咱是即个有即个信仰的迄个基础伫咧，所以台湾无要紧吗？无重要嘛？上帝安怎看台湾即块土地？伊是用咱台湾做所有华人世界信仰福音的一个足要紧的点吼。所以迄阵地价来吼，就是先甲即个基督教先甲去掉，吼，伊就去河南话，就是甲教堂用掉，甲中国新民扭入来，甲即个孔子儒家扭入来，台湾才开始有。所以基督教先来。即个其他中国信仰才去，甲清朝，清朝开始嘛袂使啊，一直到1860年淡水开港了，马街遮个人，甲马雅国因才开始入来，福音才搁入来台湾，这进前美国人就想要来啊，但是尾啊无介济无成功啦吼，这是另外一个代志吼，所以我即摆先讲到即项吼，佮第二个就是讲。因为咱台湾遮侪地，遮侪人统治过，所以有啥物问题？有啥物当然有优点啦，咱着多元嘛，有啥物缺点？文化冲突吧。哈？文化冲突，过来，语言袂通，因咱无两三，像即摆像我的囝甲阮公公，甲阮婆婆，因讲话就袂通啊，因咱台北囡仔拢较袂晓讲台语，所以当然就袂通嘛。
所以阿嬷讲话对囡仔来讲叫做空空，对吧？因咱的囡仔听无阿嬷讲话，就感觉阿嬷空空，因为伊咧讲我拢听无，对吧？啊，所以咱若讲话，互咱的孙仔听袂，就感觉咱空空，对吧？所以咱爱想办法，互咱的话，互伊听，对吧？啊，咱的想法，毋知会当互伊。啊，咱的想法若甲伊袂通，啊，伊就感觉咱空空，对吧？对吧？啊，阿嬷空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退化，还是咧？就是表示咱的存在无啥物价值。啊，这问题出咧倒？出咧咱空空，毋是出咧伊的语言甲咱无共。啊，为什么伊的语言甲咱无共？因为咱的历史发展内底一直去互切断嘛，咱一直切断嘛，所以你只要你当外过100岁，嘿啊，对啊。伊好好学一个，啊，你看，你100年绝对会有机会经过3段，啊，所以一个人拢会即个时阵，做日本人，即个时阵做中国人，啊，即个时阵做台湾，啊，大家就讲你精神分裂，对吧？哪有分裂？无啊，去下课本毋是安尼教，我是炎黄子孙啊，毋是安尼教，啊，所以我就是中国人。你讲，迄日本时代就讲天皇，迄课本安尼教，转来就讲我是日本人，安尼对无？所以咱台湾的即个过程内底，这是历史的无奈啊。因为统治咱的人，入来统治的人，着改写即个所在的历史嘛。啊，所以你讲倒一代人讲对，拢对啊，拢毋对。所以你知影咱即马台湾历史有色，你知无？有个人干那要听内底一地尔，嘿，有人讲有景地啦吼，有个人吼干那要听即地，吼，啊有个人干那要听即地，啊有个人干那要听即地，啊当然这就较无争议啦吼，啊有个人讲我要即地 ，OK， 所以恁要爱倒一地，恁要爱拢爱。我昨咧准备，我想我问你毋知要爱倒一地。因为有个人吼会正经的呢，而且迄地吼足坚持的哦，所以我若写着即地，我若讲即地，有个人就要掠讲。你看黄明对吧？你拢要做日本的子孙，毋是安尼讲。所以你若讲伤侪日本人，就讲你看哦，黄明史官来啊，哦，你拜日本人，你做日本人的，对吧哈？所以有人即地绝对袂使讲，啊你若要讲会使，为即地。啊，直接甲跳来即地安尼，啊，迄个咱古早的历史毋是安尼写，讲马关条约啊签，把台湾割让，然后呢，啊，台湾就公布吼，啊，50年啥物拢无发生过，对吧？对吧？所以咱台湾有一寡城市足尴尬，你知无？等有2个城市真尴尬，一个叫做基隆，一个叫做高雄，因为即2个城市是日本人建设出来，日本人建设。迄基隆港啊，迄规个拢日本人做出来，啊，迄高雄啊，拢总日本人添出来，迄路有够整齐有无？所以你袂使讲迄2个城市的历史，你若甲讲咧，你着讲美化日本统治，对吧？所以拢甲基隆人讲歹势啦，恁足可怜，因袂使甲恁讲咧，人着美化日本统治，所以只好互恁伫台湾消息。因为甲你学落落，就变做后壁迄个统治你的人加分啊嘛，吼，哎哟，足敏感的吼，呀，所以你知影咱咧历史内底，因为足侪所在，凡走过都嘛留下痕迹，对无？啊，迄个痕迹就是一定有后壁迄个人的手伫遐嘛，啊，迄个人的手袂使讲啊，你袂使讲，所以去家人讲历史吼，会互冤家，你知无？讲家人讲安怎来，吼，家人安怎开始？我有一遍要去演讲吼，人就甲我提醒哦，你脚悬较小心哦，下骹的人哦会举手哦。伊讲因当初就是为着要写家人历史吼，大家冲突，大家讲，迄个家人讲是老民团建的，老民团吼，阮的民传大学的刘铭传起的，吼，啊有诶讲无，迄是日本人起的，好啊，就冤家啊，要安怎写家人历史？要安怎写？照实说。
啊，有人无爱，我无爱迄地我无爱。所以我讲我爱册，甲第二本中国无爱，就是因为有即地。我若讲干那讲头前即地吼，伊可能还可以接受，但是即地袂使讲冤家的代志哦。这200几年拢嘛咧冤家，袂使讲，袂使讲，袂使讲冤家，袂使讲台湾人拢伫台湾咧冤家，袂使讲，袂使讲，袂使讲中国无重视台湾，袂使讲，袂使讲，拢有劲的啦，有劲的，听，讲历史阁用劲的啦，干那要食西瓜，要食即地尔，即地我爱食，袂使啦，规盘都规盘拢甲食袂对无吼？啊，但是拢要食落就真复杂啊。咱头壳底就爱请只转，所以台湾真复杂吼。上要紧就是讲咱的一直到即马，所以我讲我去电台吼，我知影伊倒一地我，所以迄地我拢较少讲。嘿，我一边讲要讲西欧娜娜，讲莫讲西欧娜娜，讲再见的好。我讲啊，西欧娜娜毋是做传神的，西欧娜娜吼。伊讲啊，袂使讲再见，再见就无传神，我就讲西欧娜娜讲，毋好啦，即代的人听到即句，就要掠讲。OK 哈，所以呢，恁会知影了解讲台湾的历史有伊的困难，甲伊的复杂性。所以写台湾史请去用骂就是安尼。因为你若干那写即地吼，迄地人就来骂啊，若写即地，迄地人就来骂所以咱今日当伫遮呢真顺畅讲吼，真安心。有诶所在去演讲，我就阁想讲，我要穿倒一色诶衫去。因为你若徛了毋对吼，迄下骹人就开始手就举起来吼。敢着安尼？敢着安尼？所以我意思是讲，其实吼每一地拢是构成台湾诶一部分，对无？所以每一地咱拢应该去理解。我看上帝温存遮个代志入来甲台湾，绝对有伊的念力。伊互遮个文化入来台湾，所以咱的会内底嘛足侪物啊，对无？咱的会内底嘛足侪物啊，咱是足丰富的一个族群，台湾的族群上侪，语言上侪，对无？咱的生物多样性，咱的植物啥物拢是上丰富的。你知影台湾是全世界上尾生出来一块土地，恁知影？上尾铺出来呢，上尾哦，而且是足侪板块里遐生出来一块。所以你看，细细粒岛，遮尔侪山，拢遮尔悬的山，对无？而且伊的迄个生态遮尔多样，内底啥物都有吼。所以吼，我讲吼，我一直感觉讲，咱若了解台湾，若为安尼去甲想，咱就知影，咱是一个上蒙福的地方。咱生活内底，咱的丰富，对无？咱的气候啥吼，所以来提出一个问题，所以台湾是啥物？敢好所在？宝岛、福摩斯还是几啊岛？福摩斯，几啊岛？哎呀，即几工落雨落甲呢？你看安尼阴甲呢，真是啥物几啊所在？所以你看摆即摆摆紧摆，对无吼？即个好兄弟啊，紧的，搅饱，对无？宝岛，中国讲宝岛啊！阮遐大陆学生来拢讲宝岛，什么样的宝岛？很好啊，台湾人拢笑眯眯啊，足亲切的啊。因讲看到中国，看到台湾人的亲切，拢感觉足奇怪。搁我遐中国学生甲我讲哦，伊讲台湾人拢足水哦。我你是去倒一地看到足水的台湾人？台湾人就是看起来足水的。因的结论就是讲台湾较湿、潮湿，所以咱的皮肤拢较好，袂焦吼。因为你伫迄个大陆型的气候，尤其像讲，莫讲中国人，美国嘛是啊。所以住美国人拢爱三不五时爱转来台湾浸浸，无迄个皱纹一直生出来，真的呢。真的所讲，讲你一年爱转来台湾2个月啊，泡一个，无迄皱纹吼，哇，一直生出来，焦嘛。大陆型气候就是焦嘛，咱台湾因为湿，所以就讲咱台湾水水的，迄是大陆先正教，而且毋是干那一个哦。因为我看起来讲，伊毋是看到帅哥美女迄种少年哦，就是看到咱安尼人尔，
人讲哎哟，台湾人好水。当然，咱若甲因比起来吼，有影吼，若咱即世代中老影足歹，大啦吼，迄个气质啥吼，真有差。所以我看因安尼讲是一种直接的感受，吼。好，来，我甲恁讲一个上帝上祝福台湾的所在。你知影咱台湾是纬度区，对吧？23度半，哈，咱有经过北回归线，哈，纬度区，哈。你知影全地球吼，甲即个纬度甲箍一个，纬度甲箍一个，甲台湾同款的纬度的所在，真侪拢是沙漠，拢是沙漠区哦，吼。印阿拉伯沙漠、巴基斯坦沙漠、墨西哥沙漠，拢甲咱同款纬度。所以为芬兰、广西、广东啊，甲台湾即区是一个叫做回归，叫做神奇的回归绿带。OK， 所以台湾嘛会使做无适合生存，但是呢，真奇妙，上帝是安怎安尼做？共款迄个纬度嘛，甲切地球甲切落来，内底建出来，哇！即个所在，尤其是你搁安尼甲看吼，所以有神奇无？咱有蒙福无？这是一个 OK 好。搁来吼，台湾我头拄仔讲吼，遮尔细的所在。有几啊百座即种3000公尺高的山顶，你知影台湾吼，人类咧安尼耍的时阵吼，咱的祖先是真早就选择要来台湾，是安怎？咱毋是尾也不得已来，开始就选，一直行来台湾，台湾是安怎行？你安尼甲行吼，台湾最后去互行过来是安怎？因为你欧亚大陆。这规个是冰河时期，冰河差不多18000年前，气温真低，全世界真寒，所以大家拢爱去找较烧热的所在。这个时阵，台湾真烧热，差不多温度是差不多差即马4度5度。伊全世界咧冰河寒到要死的时阵，台湾差不多比即马低4度5度，安尼好大无？真好大嘛吼，所以咱若是迄个万几年前的人，咱嘛可能就来遮住，寒到要死啊，对无？会当烧热啊，古早无遐济衫好穿对无吼？所以会当活落来，较要紧。所有的动物啊、人啊，就开始找即个所在，就一直行。OK， 来，这就是古早台湾吼。所以即马中国大陆吼，咧研究一项代志，你知无？因咧要想办法为中国起一条隧道来台湾。因找3条啦吼，遮一条，我有去你看因的报告，我伫网络当找着看因的报告。因讲对上近，讲晋江甲鹿港上近，讲差不多90公里就到，吼，迄海真浅，吼，迄讲迄海差不多70公尺，吼，所以为下骹拍一个隧道。咱一边甲拍，迄边拍，不，就通啊！啥物快速高铁啦，啥物高速公路，飘就来啊！因研究甲真好势啊！准备恁若 OK， 伊就要起落啊！起落真紧就到恁兜啊！OK， 所以台湾的太平洋的迄个台海峡就是生做即个款，生做即个款，拢就是讲伫冰河时期迄个所有的冰拢去用结咧北极、南极嘛所以海平面真低，所以规个这也是陆地，会使行路，会使当景外佚佗嘛，会使大，会使饲动物 ，OK 所以因讲台湾人是为中国行过来，这嘛是真大的可以，只是对迄阵的来讲，台湾就是一座真大片的山，剩的就是遮嘛，所以尾啊，台湾海峡的水冲起来了，遮个人可能拢淹死啊，听无？就是讲，即块台湾海峡，6个人，遮真好大，伫遮大，等海水冲起来时，
水淹起来，才就变台湾海峡。吼，啊，所以才可能有人，啊，但是就无去。所以我讲吼，台湾的原住民可能本来是住咧即地，因为迄地真大地，而且迄有千多年的时间嘛。吼，所以毋是为中国来，是为迄地来。啊，迄地人是对，为对来毋知啦，反正都世间人安尼行，好大就大，冲起来那知。OK， 好，所以咱思考台湾嘛爱想迄地，因为中国是用安尼想的啦。咱顶岸甲想台湾海峡，中国是直接甲迄海水退掉，因用安尼想台湾，所以因想要来台湾拢用即地安尼想，所以咱嘛了解者 ，OK， 好，因为浅啊吼，啊穿一个隧道就够啊，哦，所以因已经想好三条线吼，逐条拢会使来，逐条拢会当直达台湾吼，所以即马咱即马即个政府吼，咧想看讲，迄小三通是要搁通啊，莫通？啊，上方便的通，一直乱通一通，啊，干脆互伊莫通吼，啊，就去用命啊，哪会使安尼吼？你甲我找麻烦 ，OK 好，来，这是一个思考啦吼，我是讲思考好，来，啊，我是安怎有即张相吼，因为我有去验过我的 DNA， 嘿，玛丽嘿，我请伊甲我验我的 DNA 啦吼，看我到底一直生来吼，嘿，当然伊内底绝对无中国因素啦吼，啊，但是就去用命啊。你看，玛丽若讲着中国就转弯哈。OK， 好啦，总是讲为我的迄个 DNA 来看吼，我的祖先内底吼，原来有迄个真早就来台湾的基因内底啦吼。哎，所以我看到即个报告，我真欢喜，因为我以后就会使甲原住民讲，我比原住民搁较原住民。因为咱拢是台湾的真要紧的组成啦吼。好，来。啊，这就是我头就是讲，所以你知咱台湾的即个所有的迄个生态，就是因为迄阵冰河期，所以真侪动物、真侪生物拢来遮避寒嘛，吼。所以尾啊，台湾海峡出来了，因怎啊袂当转去？啊，怎住咧台湾？啊，住咧台湾怎啊？自己因为台湾一个岛屿嘛，遐鸟仔嘛飞袂出去啊，遐动物嘛走袂掉啊，所以怎啊？你在自己演化，吼。才变得这么丰富，所以台湾若无，当然我感觉讲咱台湾吼，爱有保持一个观念吼，我甲大家沟通一下，咱台湾绝对袂使甲家己关起来，咱绝对袂使孤立，咱一定要一直甲外界一直通，因为无一个所在会使家己孤立活甲好势，绝对无，所有文化拢爱互相交流，互相通。所以不管是中国，不管是日本，不管是韩国，不管是欧洲，不管是世界，咱拢爱一直甲伊交流，愈侪交流，咱的丰富是在的。所以咱自古以来，其实咱的原住民毋是秘咧山顶，咱的原住民嘛是甲外口真侪交流。尾安怎转去吼？较我再讲互恁听吼。伊嘛是一直交流才发展出来。OK 吼，所以这是我甲大家沟通，所以我毋是讲台湾说半天是要甲台湾关起来。无，我是要强调，咱台湾绝对袂当断绝甲任何文化的交流，绝对袂使，因为迄拢是养分，迄拢是人的迄个智慧，咱知影要安怎去好个甲学习啊，对袂？我家己关咧厝，家己关一世人，我一定痴呆嘛，早就痴呆啊。所以咱爱愈开放，毋是甲家己愈关起来吼。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观念，甲大家交流一下吼。所以我咧写册我尽量用世界角度讲台湾，用台湾甲世界安怎去交流吼，这是我的一个观念。好，所以你知影咱台湾吼，伫个号做华莱士，伊内底就讲台湾即个所在，伊真要紧，伊有一个真要紧地理吼，一个迄个角度吼。所以我讲吼，咱搁转来读拄仔迄张图吼，搁甲大家，我讲中国人用迄地咧想台湾吼，你知影？伫迄个所有欧亚大陆吼，全部真寒的所在，全世界上温暖的所在，伫遮。因为海边会较烧嘛，吼。你即内底真寒，规个欧亚大陆拢真寒的所在的时阵，台湾是一个上温暖的所在。
啊，台湾的温暖，阁有一个真要紧，就是讲，我拄仔甲咱介绍讲，咱台湾边仔有一条黑潮，吼，即条黑潮是真要紧，真要紧，互咱台湾的即个环境遮尔舒适的所在，因为伊带来真温暖、真好的海流，带真侪的海洋生物，吼，真侪，吼，所以所以即条安尼为菲律宾、台湾、琉球、日本安尼说嘛。吼，安尼说对无？所以日本是安怎有输行稻米，嘛是即条黑潮走过。所以日本人真注意即项物仔，咱台湾无咧注意。咱台湾完全干那咧看太平洋，看着黑水沟，咱拢毋知影有一条黑潮，所以咱甲核废料囥咧兰屿。囥咧兰屿有啥物问题？因为是伫黑潮带，伫黑潮带吼，伫黑潮带意思就是讲。卖因你若有走出来，伊会对即个开始飞，伊会直接飞，啊飞了会安怎？全部拢污染，所以日本人惊到要死来调查看卖，来研究恁是咧创啥？咱台湾人无咧注意啊，感觉兰屿遐无人住啊。咱毋知影兰屿拄着的兰屿绿岛，就是一条人类内底真要紧的一条洋流。迄条洋流是规个北太平洋里遮咧洗，你知无？所以咱的粪扫甲弹落，伊嘛对着飘。所以听讲黑潮带有一个比台湾大几啊倍的垃圾岛。哎，因为咱粪扫甲，咱拢想讲海无路用嘛，所以咱粪扫拢甲海就甲弹落，甲弹落，吼。伊毋知影海噗就把垃圾又飘上来，吼。所以我特别提醒即项代志，吼。因为日本人真注意，咱无咧注意。咱基本上台湾人基本上。是不是海洋民族？咱是无？是吗？被讲到不是。应该说我们本来就不是。台湾的海洋性格真弱，真弱。咱虽然是海岛，但是咱从来毋知咱是海岛。啊，所以咱看到海无感觉，像我就袂晓游水。啊，因为都袂晓，都看到水就会惊。啊，一来就是咱过去教育，拢甲咱讲咱是泱泱大国，吼，所以咱毋知咱脚踩干那迄块安，吼。第二个就是讲，可能咱的祖先虽然咱是对海过来，可是咱可能毋是真是海，这嘛是我最近咧研究。台湾有一种人是海的民族，就是东部南苏迄边的人，兰屿。东部遐有海洋性格，可是西部这边的，包括原住民，拢是陆地性。这是咱的 DNA， 啊，要安怎甲找到？咱去拍拼一下，所以你去到日本旅行有无？逐个海港拢带大字，吼，就是要甲你鼓励讲行出去，对无吼？咱台湾的海拢甲你讲袂使入，吼，古早毋是讲军事重地，啊袂使过，啊拢甲你过起来，所以咱看到海就 stop， 离伫原地安尼，所以这是我提醒的一项代志，所以这条海潮最重要就是讲，伊带来真温暖。所以我讲台湾是安怎哩？迄个全世界真寒的时阵，台湾的温度敢若比即马低差不多4度，是因为这条海潮。海潮伫咱边啊，伊拢带来真温暖。所以你知影东部比西部较烧热，你若寒天去东部比西部较烧热，吼。啊，尤其这条海潮哩寒天。伊会驶位，阮西部、阮云林迄边，吼，伊寒天袂，伊热天袂，伊热天伫即边，吼，迄条是会走来走去。伊寒天为遮入来，吼，为遮入来会安怎？伊会带一项物仔来，叫做乌鱼子，伊会带一项乌鱼嘛，乌鱼来烧热的所在生卵，吼，所以伊就会生出乌鱼子，吼，所以阮云林吼，阮台西迄边有一个真要紧的迄个产品，就是乌鱼子嘛，吼。啊，这嘛是早期汉人为朋友来台西、来台湾的西部的主要的原因。OK， 吼，吼。啊，我搁用这张图是啥物意思？因为你讲迄条海潮吼，会使载人，会使人吼。伫古早无真好的船的时代吼，用竹排啊吼起哩，人就会使驶。所以日本人有一个传说吼，
因的讲法内底就是讲，日本的人有3种来源，其中第3个来源就是为台湾。吼，因讲因有3种来源，吼，一种是为迄个朝鲜去，啊，一个是为北边，一边是为台湾过，吼，所以因讲因有发现一种人，做港川人，伊琉球，吼，啊，因就是讲，因研究讲，遐个人是3万年前为台湾去，咱台湾阁会使生人去人兜，你知无？吼，咱台湾阁有人去，而且即个一直咧研究。所以最近吼，即几年伫台湾吼，做一个研究吼，甲迄个台东的迄个史前博物馆吼，啊做一个研究，就是讲用牌啊，缀牌啊，啊对各看卖，各看会当去甲流传吼，因咧证明啦，因为无资料嘛，啊无资料就咧证明，所以我咧想讲吼，我伫我的册内底安尼讲啦吼，当然，我是感觉即个理论有点仔大胆，但是我还是要甲讲落。是安怎？因为咱到即马为止吼，讲到台湾的上早的人吼，咱的解说拢讲是行迄个行路桥，为中国过来，吼，这是咱唯一的解说。啊，我是感觉讲吼，台湾有无共款的人，吼，所以我感觉台湾一定有人是说为即边。为东南亚、为菲律宾起来，吼，这是我一个推论啦，吼。因为我感觉讲，因为咱拢古早拢感觉人敢若会晓行路，所以一定爱为中国行路来到西岸，啊，再搁行路去到东。我拢感觉讲，咱的祖先敢着较含慢，敢着一定爱行路，咱袂使用铺的哈，袂使用树的，所以即摆真侪研究吼，像古早毋是讲美洲的人是为白令海峡行过，吼，人即摆研究讲无啦，是为迄个太平洋的即边吼，啊坐船去哩，嘛会使啊。像咱祖先敢若会使行路，全世界遮济海，人像咱敢若会使行路。你听我的意思，一定爱靠骹，无啦，会使坐船啊。所以咱的历史爱用船仔落去想嘛会使，袂使干那靠骹，靠骹一定要为中国行过来嘛。我若坐船仔，我会使去报来，会使啊，吼。所以这是我咧家做一个讨论，因为黑潮绝对伫台湾的发展内底，伊绝对有伊绝对的位，但是咱一直无互伊即个位。啊，上帝赐互咱即条遮尔好的一个，咱干那甲当做垃圾咧用，吼，甲当做核废料的路，吼，咱毋知影迄会使发电。所以咱咧海洋专家即摆才开始咧注意，啊，日本有较早就咧注意，吼，啊，所以咱台湾即摆研究爱安怎东部甲即个黑潮对台湾的影响，爱甲伊研究出来，这是我最近咧注意，吼，所以我讲。琉球即个讲法，恁感觉会通袂吼？当然，咱嘛无啥物理由，因为迄是研究家讲的，因着讲有啊嘛吼。咱台湾直讲无啦吼。人着讲日本人的头一站是台湾吼，啊我着讲台湾的头一站是佗？来台湾进前因会去佗？因为人是安尼刷过来嘛，因为照即摆的人类学家讲吼，人拢为非洲出来。为非洲一直行，吼，啊，为东南亚啊才行过来，吼，啊，所以后一批人来到台湾，啊，有一批人就安尼去到全世界安尼，吼，啊，所以我意思是讲，咱台湾的人嘛是对甲即个人类迁徙3-4万年前，就来到台湾，所以台湾毋是马啊，毋是人的马仔囝，台湾是上头啊，徛老大，你听有无吼？咱毋是去人兜村的，才要来咱兜吼。咱是上早就有一批人决定要行来咱兜。OK， 咱是老大哦。咱历史毋免写到别人最后才写着咱，对吧？咱会使徛咧历史的上头前。我是领头羊。OK， 好，我咧创造这段历史。OK， 好。来，啊，所以咱台湾佫会生人吼，所以咱有咱岛屿族，吼，咱台湾的原住民，吼。伫研究内底，咱就是南岛语族吼，毋好甲叫做南岛民族，因为迄是一个语言的迄个组合吼。啊，咱即摆研究就是讲，南岛语族就是台湾的即个原住民
吼，啊，因为台湾发展了，才发展去到大洋洲，所以即马什物复活岛啦、纽西兰啦，吼，啊，迄个夏威夷啦，吼，遐拢是南岛语族，吼，啊，遐南岛语族即马遐个学者就咧研究讲。到底是为地生出来？中国就讲，迄着为中国生出来，迄中国啦无问题啦。迄个南岛语拢是中国出去的吼。啊，咱学者讲，毋是，迄是有人来到台湾才生出来吼，啊才破啦。当然，这真济讨论啦吼。总之就是讲啊，即个南岛语族吼，来，我后来互大家看一个，咱今较先咧上地理课，对吧？吼，了解台湾。这什么意思吼？台湾的所有的平原吼，差不多6000年才生出来。吼，咱即马什么逐种，才会当种植这个平原。吼，因为我头拄仔毋是讲咱台湾本来是拢连做伙，对吧？啊尾啊海水上涨了，怎啊海平面怎啊来到遮？怎啊剩一个山煞哪会倒？啊尾啊，因为咱这河流一直冲。甲咱的边仔才生做愈来愈肥啊！吼啊，所以咱拢一直住位西部，所以差不多6000年，吼，所以6000年了，咱即马的原住民才开始搬入来台湾，啊，才开始遮大，吼，所以台湾的历史，若西部来讲，差不多是6000，若东部来讲，差不多是3万，吼，这是因为东部较早，迄叫做旧石器时代，有一批人就为黑潮行入来台湾，住东部，因为遐较好住，遐有鱼啊会当掠，吼。啊，西部的人是另外一批，才为西部这边，吼。我讲是为台湾海峡迄块地，这是我的推论，吼。迄是有学者安尼讲，我感觉迄个理论上好，吼。就是讲为海峡，所以中国你嘛莫食我豆腐，我无为恁兜，我为中迄地来，安尼会使，吼，安尼嘛会使啦，吼，因为迄地真是有住人啊 ，OK， 好。所以咱安尼了解吼台湾，所以台湾即个南岛语族吼，即马已经拓去甲全世界吼，即马有3亿8千万的南岛语族吼，伫即个世界吼，伫即个世界，所以咱即马有咧讲推展南岛外交嘛，吼，就是讲恁汉人的世界行袂出去，阮南岛语家己来行，原住民讲我来，你看，最近毋是讲纽西兰来遮找。吼，讲哎呀，来到台湾足会通的，吼，伊足侪南岛语族，吼，所以咱即马可能爱靠原住民替咱拍世界，咱汉人已经无即个困难，吼，啊，即个就是贾德戴蒙，吼，伊就写即本册，吼，啊，伊内底就讲咱台湾送互全世界的礼物，就是语言，啊，伊看咱台湾即马语言遮尔丰富。原住民的语言这么多，啊，这个语言拢是规个大洋洲的人的语言的一个母亲，吼，母亲。所以你看，咱不管你后壁若要听遐有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甲伊切咧遮 ，OK， 吼，啊，所以我今日吼，我总论就是讲吼，我要甲大家做一个结论，就是讲，咱台湾这个所在，为开始生出来。我感觉伊就是，你看，伊全地球最后一块土地，上丰富的一块土地，生物吼、地形吼、咱的天气吼，拢是一个真丰富的所在。啊，所以人吼，当然人会去选择要来遮，绝对是伊好住。若歹住，对无？咱要去一个所在，是因为有一种吸引嘛。比如讲，逐个要来建成教会是安怎？有一个吸引嘛，讲哇，我去遐足温暖的，我就来啊，对无？啊，若无好的所在叫你去，你要去无？袂无？不活啊，艰苦是，对无？所以你看咱的祖先来到即块土地，你感觉伊是笑嘻嘻，还是哭来的？哈？恁感觉咱的祖先是哭来台湾，还是笑嘻嘻来台湾？走路来。走路所以是安怎？哭来的，哭来的，哭来的。欢喜来，走路来，走路嘛是一个，毋是，即使你看会当收留走路的人，嘛是一个温暖的所在。
咱若咧走头无路所在，有一个所在讲来，你来阮兜，有温暖无？咱甲门甲锁起来讲，袂使出去，对无？所以咱是做一个，所以咱台湾真丰富嘛，所以显咱的族群愈来愈济。伊若无好住，逐个要来，对无？伊若无好，所以咱我讲甲安尼，就是讲咱第一个吼，你会使，你会讲，好即几工落雨落到安尼南部啦吼，哎呀，真是灾难。有一个概念，这一个迄个学者的刘义昌讲，地动土石流甲台风本来就是台湾的宝。台湾若无遮个物啊，你就袂生出遐个平原出来。台湾若无安尼，就无遮济丰富的生态。伊若无地壳的变动，就无遮尔丰富。所以，本来就是即块土地本来的物啊，是咱家己搞不清楚，硬要去住人兜，再去用土石流甲你冲落。咱无了解即块土地本来的特质，乌白共挑战。所以咱对台湾就是了解无够，无去研究，咱毋知影上帝甲遮尔济丰富的资产藏伫咱的身边，甲遮好的福音，伫华人的世界上紧、上早就来藏咧即个所在。所以咱即马台湾华语的使用内底，咱是全用华语的人上自由的，咱无防任何的限制。你离开台湾任何的所在，你只要用华语，绝对有人会甲你限制。你伫中国要出版一本册，你无甲你，互你审查2、3档，伊袂互你过，落雨落水，遮换遐换。台湾写写咧 QQ 咧就出来。OK， 咱伫遮要安怎讲，有人甲咱管无？所以咱台湾即个所在吼，也袂寒死，也袂热死，吼。咱有遮尔丰富的生态，所以我感觉上帝绝对对台湾有真好的热力，吼。所以我感觉咱住咧遮的人，咱应该爱常常去想讲，我遮尔丰富，搁来，我爱创啥 ？OK， 来，即摆换大家的时间，我先切一题，互大家来，较多无讲着嘛会使问哦吼，嘛会使发表你的想法。OK， 来，换你。问者，你讲诶，台湾对大陆迄个这边迄边水过来讲，咱诶台湾即个土地无中国人。你讲古早？人走去倒去啊？什么意思？你讲古早？台湾海峡。台湾海峡，毋是你即摆了解古早的铁大是住啥物人？因为中国迄个所在并毋是开始就住迄种人，你知无？就是迄个种族，你讲的迄个种族问题嘛，对吧？就是讲，其实咱即摆中国历史迄个所在是真晚才发展出来，差不多即摆2、3千年，才有即摆即个传说中的迄个中国历史嘛，咱古早读的。我拄仔讲的，这拢5、6千年前的代志，甚至是上万年的代志。无人住啊？有人啊，但是迄毋是传说中的中国人。你袂使讲为迄地来拢叫做中国人，迄土地也古早也无画，也无画迄个界限呐。你要行到对倒，逐位拢嘛会使做，你知无？嘿，毋是，就是讲咱即马才有分讲，这是倒一国，迄是倒一国嘛。古早无分嘛，所以你若行会到，就是你的嘛。你知无？所以即摆中国讨厌就是吼，伊拢讲只要若为迄地过来，就因的，毋对啦。人凊彩人拢嘛会使行过啊，逐位拢嘛会使住啊，吼。搁一个就是讲咱的即个南岛语族吼，照研究就是讲中国即摆有足侪少数民族吼，因是叫做南亚语族，因的语族叫做南亚语，甲咱的台湾的南岛语是无共款。无共款，所以你讲有诶讲安尼可能就是遐个少数民族过来啦，因无共款，迄学者研究出来讲，因是无共款的语系，讲的迄个语言无共款。亚是做一个亚洲的亚，南亚语系，咱即个叫做南岛语系，迄是无共款的语系。南亚语系走倒去啊？就即摆中国遐少数民族啊。越南啊。越南啊。越南嘛是啊，越南啊、百夷啊，迄拢是南亚语族。
是，所以有人讲台湾是百越人嘛，毋是，咱是南亚语，咱是南岛语。我差不多30年前吼，伫迄个九族文化村吼，多去佚佗啦。多一队外国人吼，带一寡呢原住民的吼，大洋洲一直到这个澳洲边啊，纽西兰，毋是，啊，搁一个迄个啥，啊，搁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啊，到菲律宾来，啊，要去对讲伊语言的迄个啦，内面有好几组的语言吼，伊就九族文化村遐吼，叫一寡代表来。菲律宾的一寡土话吼，甲台湾的多一组我无啥。南苏，吼，达悟，达悟吼，会通啦。会通。因安怎啦？我一边带一个菲律宾的朋友嘛，是30-40年前来，啊，伊会晓讲迄个加罗干，就是菲律宾的土人的加罗干吼。伊会晓讲，安怎来甲食甲原住民讲，内面有些字眼会通，1、2、3、4、5、6，现在选几关。伊的目睭拢叫做马达。所以讲，这是。这个大洋洲啊，一直来到迄个澳洲边啊，迄个岛。夏威夷嘛是。甲顶头啊，就是安尼。我即摆是搞不清楚讲，即个船啊，因坐船啊来台湾吼，啊当然来到台湾以后，会搁去菲律宾，搁落去一直落去。啊，到底这边，头拄讲的是讲，咱台湾比因较早，啊无定是有一些人，尤其东部的是，安尼即个。稍微安尼，坐船一直来嘛，顶头一直来，啊来到台湾，带袂落去啊，搁走菲律宾，菲律宾搁带袂，搁用下骹去啊。当然，伊是来去啦。因绝对毋是一个人一拖啊去伊就带掉。其实迄逐个人拢是来去去。只是讲吼，因为往大洋洲即个南岛语族吼，即个分配就是讲，学者就是真大个因为这是人类最后一遍的大迁徙，这差不多是，即摆人家研究吼，差不多是3000年前开始一波一波一直过。啊，当然一方面就是讲因的迄个船只的技术愈来愈好吼。啊，过来就是讲人要行遐长的路，尤其去较校外，所以迄种。学者讲吼，校外人啥生做遮大只，迄就是皮下脂肪较高嘛。啊，人吼要经过遐尔远，拢无法度落船吼，你着爱身体爱累积真济脂肪，伊才活会落来。吼，所以伫基因内底吼，咱人的身形拢是为着要活落来，啊演化出来的身形。吼，所以有诶较大只是因为无因着死去啊啦。吼，所以较胖的人吼，较会活较久，因为较有营养嘛。啊，瘦的人吼，真紧就丢伊啊，因为无营养啦吼。所以咱即马即个年纪毋好伤瘦吼。我迄天才听到一个老师讲，害我足欢喜的，伊讲，迄 BMI 毋免遐尼低啦吼，会使较悬一丝啊吼。咱即马 BMI 毋是拢讲25，吼，袂使超过30，对无吼 ？BMI 就是身高甲体重嘛吼。啊，伊讲吼，毋免遐尼低。即马一个理论就是讲吼，爱较悬一丝啊吼。尤其咱这个年纪拢爱食较营养的啊，吼，啊，甲会维持较好的，迄落爱一寡脂肪面，毋知安尼碰碰，啊，无就安尼落去对无吼，所以咱真要紧啦吼，所以害我听了我欢喜一个讲吼，安尼我有标准，嘿，所以伊就是讲吼，人伫咧迁徙的过程内底，就是有即个问题，一个就是讲航海的技术，一个就是讲爱耐得住遐尼远的迁徙，吼，所以遐拢是咱的亲人啊。会通，所以你讲即马真济，像我顶边去南苏吼，去兰屿，因为侪人为菲律宾嫁过来啦，吼，因为去遐会通啊，会通拢会通，嘿，所以原住民比咱较厉害啦，咱即马爱拜托因啦，替咱行出世界啊，咱较含慢，人因足老的，你知无？我感觉着原住民比咱较巧，人因吼拢毋免行无头路，吼。新几内亚。对，新几内亚。对，但是吼，澳洲毋是哦。澳洲毋是对。澳洲毋是哦。澳洲毋是。澳洲即地毋是哦，即地的人吼，可能真早就为非洲直接过，啊，剩的人是为台湾，才慢慢啊传。吼，所以咱台湾会生人去互人吼，对无？咱会生物啊去互人，咱会生人去互人，这是毋是真大的能力？对无？
比较昂爽，跟那个绿线有什么不一样？迄是伊讲分东部甲西部啦，这是学者讲北大洋洲甲西大洋洲，无啥物无同。所以北大洋洲跟我们台湾没有关系。东部那一个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也是一直拓出去哈，只是讲甲分类啦，分这一块一块安尼啦。嘿，当然，迄关系看你安怎看啦，嘿，这是有真济，所以我讲中国即马就是讲直接甲即块划入去中国安尼啦。嘿，就是讲南岛语族直接为中国出来，安尼就好啊啦。恁讲为台湾去，哎呀，咱台湾为中国来啊，所以就是中国来的，遮简单啊。所以南岛语族嘛是为中国来，所以咱的原住民去大陆嘛是同胞啊。佫一个是马来语系，嘛是南岛语，嘿。本来南岛语吼还袂出现迄个字的时阵，就是叫做马来语。马来语系。对，还袂甲台湾还袂，迄个学者还袂发现台湾进前，因是先发现马来语系。对，所以尾也发现台湾，讲谁来发现台湾？就是因为咱当初荷兰时阵，遐传教者来，有甲咱的原住民的话甲咱留落来，编做字典，有出版。所以尾欧洲咧研究时，就是用咱的传教者留落来遐个资料来做研究，搁一个就是日本时代遐个学者来台湾拢去调查，所以咱上无讲的，咱对台湾上无讲的，因为台湾拄仔有两个真认真的人的民族统治台湾，一个就是荷兰足认真的，够认真，西班牙都无啥认真。所以西班牙统治过台湾北部无啥物记录，荷兰人够认真，拢爱写日记，因迄个船的日记、水手日记，迄个巴达维亚日记，就是因为印尼，伫咱的热兰遮城、安平古堡，拢有日记，记甲好势，所以咱的学者即马用荷兰语来当研究出迄个时阵的台湾，搁一个就是日本。日本嘛毋知咧认真啥，来甲台湾，咱的水文、咱的山、咱的人种、咱的语言，甲你调查，当然是有着要统治啦。但是咱嘛要统治，但是咱拢无咧调查，对无吼？所以咱的啥物，咱即摆都市规划，啥物国家公园拢日本人规划出来，咱遐个族群嘛是拢日本人调查，因都足认真，毋知咧认真啥，所以我感觉讲台湾好佳哉，有遮认真的人统治过。所以这侪资料拢靠因甲咱留，所以咱有福气无？若靠咱都袂使啦吼，若靠咱台湾就无啥物拢。所以中国人统治台湾200几年，拢无咧创啥，无咧认真啊，无咧管哈。所以我大陆学生来拢讲，他怎么不好好管？我讲他就是不想管。伊就讲迄阵若认真管台湾，甲中国关系就毋是安尼。中国都毋知影台湾要创啥。我一阵甲迄个黄德时去开讲，台大教授伊讲咱日本时代毋就讲即个原住民是高沙族，高沙，咱高沙有义勇队去来了，我拢讲吼。伊即摆讲，迄阵讲来以后，因讲高沙族咱搞不清楚，看那想说个高沙，尾讲黄德时伊建议讲，把它改成高山族，伊就会了解，讲佢住伫悬山。其实有影平坡啊，有啊啥，但是为了高沙甲高山，意思是讲汉文了中文来讲这是高山族，大家都会了解。日本时代高山族搞不清楚，伊讲这是伊讲的。古早中国人拢叫人番啦，拢番啦这石番啦，青番啦，你有听话就讲你做规划番啦，你若无听，啥物叫做石番？就是讲你有咧纳税，有纳钱的纳税就叫做石番。你若无交税，就是青番。当然因税毋是一个人交，就是讲像讲我去冒一庄，我迄庄我去冒迄庄的钱，摕来交互你，就叫做石番。所以清朝中国人拢共叫番啦。日本人来调查了，讲安尼，因嘛当然因为因的番甲咱的两字的番就会冲突嘛。因日本人的番是号码艺术嘛，几番就是几号嘛，所以因日本人就甲写一个草字头，有无番？
然后呢，尾仔就甲因改做平埔北部甲迄个山高山族，迄就是日本人甲咱分的。当然，咱即马原住民足侪族出来嘛吼，但是咱搁较侪族，其实原住民伫台湾的地位也是无出来。因为因有足侪族啊，但是选委员嘛是选立委嘛是平地三包甲山地三包尔，无讲阿美族一个，什么泰雅族一个无啦，所以因的地位所以咱即摆咧讲转型正义其实原住民的迄个历史的角色，甲因的爱幸运，咱拢共解说转来，当然因会足受气啊，恁拢白人原住民叫汉人叫歹人嘛咱拢歹人，拢甲因乌白写安尼伊嘛不爱你乌白写，但是因佫毋写所以咱只好替伊写，对啊，来，还有没有？好，好讲。就是最近呢，历史课纲咧修改。即摆是讲阮的历史咧，高中的历史改做用东亚史做注啦。安尼有人是讲要去中国化，但是我想要问教是讲，安尼做目标是啥？任何的历史应该拢是爱放咧一个较大的架构，你才会当认捌迄个整体，对吧？你中国家己讲中国讲较好势个，对吧？你毋知影你到底伫世界的地位，你甲东亚国家的关系，所以我感觉讲，即个课纲安尼摆，其实我感觉讲，其实嘛免分什么台湾史啊，什么东亚史，直接就上世界的历史就会使。就世界的一部分嘛，对无？任何的时间，即个所在甲世界各地的互动安怎发生，咱绝对袂人行到遮讲啊 stop， 无爱行出去啊。因人拢是来来去去啊，所以我感觉因即摆的改还阁无够彻底。人日本人足早就知影用世界史读日本，用日本甲世界，所以用日本做世界，伊做世界的中心。世界为我开始，为我讲起，所以我拢甲学生讲来，咱世界文明为台湾开始讲会使。咱台湾我头拄讲，只是安尼较对啦，只是讲有即个教的人会晓教袂，因为咱对东亚的迄个认识足少的，咱顶多是日本知影一点点啦，韩国知影一点点啦，咱对东南亚一无所知啊。咱要来找出中国甲世界这个位的相对关系，尤其咱即摆历史教育、历史系教育，佮停咧真古板的角色，佮咧研究中国内底甲分做一段一段，什物宋朝、什物明朝、什物清朝、什物唐朝，读咧是咧创啥？你册迄段是咧创啥？伊本来爱甲贯穿，然后再甲伊的关系爱去扭，可是咱的教育还佫足死板的，扭。所以会当甲迄个物仔讲清楚的啦，我感觉是老师较困难，课纲无问题，学生老师困难，囡仔嘛会听到无煞煞，因老师都搞不清楚，伊嘛讲袂清啊，囡仔嘛听袂清啊，讲凊彩啦，就甲你等咧粪扫啦，所以其实我甲恁讲我伫学校发现一项代志，咱的即摆少年人。看到中国两字就直接甲 say no， 你知无？咱的少年囡仔看到中国两字就直接甲 say no， 因为阮若开课就知啊，阮的课阮的通识课有阮号做核心课有两个，一个做世界文明，一个做华人历史甲文化，迄个课拢开袂成，学生就无爱开啊，学生就无爱修啊，因为迄2选1嘛。囡仔就讲，不要，不要，囡仔就无爱去修呢。我若开世界史大家拢欢喜甲，世界较好耍啊。中国，所以甲老师讲，毋好开迄个课啊，尤其新的要去阮校开课我讲你迄个课囡仔毋捌你甲开着迄伊绝对你一定无法度来上课，因为无人。你知影有即个现象？所以去东亚史，囡仔不定欢喜一，不定对中国史
啊，当然有一寡教授咧反对，因为因就是迄个领域的嘛。因为讲你教即个课无去，啊，我就无头路啊，我就无代志啊，我就袂当开课啊，我开清朝史啊，你无爱我开宋朝啊，你无爱我，吼。其实是你应该爱家己藏咧整个东亚，你爱家己先去自修啦。所以我感觉即个课纲会使啦。啊，但是我感觉干脆直接搁较大嘛，莫东亚，直接世界就好啊。世界嘛，敢毋是爱安尼？咱台湾即马嘛直接上世界数就好啊！你台湾若放咧世界，无问题嘛，对无？咱出去就太平洋啊，咱就出去就世界啊。台湾一飞起来就世界啊，敢毋是？对无？啊，对无 ？OK， 所以 OK 无？啊，所以咱着该加油啦！吼，因为我感觉讲，人因咧设定即个课纲的人是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想法。伊毋是干那要甲中国加掉啦，伊只是要甲中国放入去迄个所在，吼，互人，互较知影迄个中国的角色，吼，中国伫迄个时阵的角色是安怎款？只是老师可能毋知晓教，会晓教的可能真困难。老师爱自修，搁自修，搁自修。来，搁有无？大细汉拢会使问哦。嘿。前几年刚刚有发现那个。台湾最早的那个人类澎湖猿人嘛，可不可以谈那个澎湖猿人的 ？OK， 好。你讲迄个皮学着迄差不多有40万年，迄差不多有40万年前吼。迄个这，吼，差不多40万年前啦，吼，是即搭学着，这差不多40万年。其实迄敢算台湾啦，我意思是讲吼，因迄个时阵其实足侪人拢住咧即个所在，吼，因为即个地球吼，念伊寒，念伊热，念伊寒，念伊热，所以台湾海峡念伊落出来，念伊无，念伊落出来，念伊无，所以有真侪人会伫遐住，因为迄嘛有河流真好住，啊，所以就是有遐个人，啊尾啊海水吸起来了，就冲掉嘛，啊，所以遐个渔夫吼捕鱼啦，就去啊，就会捞着，吼，就会捞着。啊，当然，迄有一个困难，就是讲，因为迄伫海内底游出来，迄个年代鉴定较会困难。啊，因为伊迄海水飘来飘去，所以毋知伊本来伫倒。啊，所以大概甲界定讲是，澎湖的迄个澎湖猿人啦，差不多讲有40万年前。啊，所以遐个人到底是啥物款的人？其实迄是一个人类学家吼，真爱搁去研究的物仔。啊，我若讲到澎湖，我逐个小补充者，其实澎湖甲台湾吼有一段历史，可能逐个从来毋捌想到。澎湖正是有看到人吼，差不多是5000年，4500年。啊，啥物人恁知影无？咱知影澎湖有出产一种石头。玄武岩，吼，迄种石头真材质啊，真硬，所以伫4800年前吼，咱伫台湾迄个台南科学园区，遐个人用的迄个石头做的迄个锄头，是用澎湖的石头做的，会当想象咧，4800年前，台南的人用的迄个石头，因用石头做迄个猪头嘛，吼，锄头。啊，迄个石头，迄个锄头的，迄个物仔是澎湖的人去澎湖采澎湖的迄个石头做的，啊，再甲送过来遮，互因用。你会当想象，迄是啥物时代无？吼，咱即摆要去一个澎湖，对无吼？着搁安尼坐飞机啊，船着安尼穿啊，会爱4000几年前，啊，着安尼来去去。台南无石头啊，台南无迄个较大地、较重的石头嘛，啊，无石头要安怎？古早用石头咧做锄头啊，你要创啥拢用石头，铺咧创。啊，台南无石头啊，啊，无石头要对爱。你讲来台北啊，要去台东啊。啊，迄着搁搬山过岭啊，坐船，啊，直接就去澎湖较紧啦。澎湖搁有迄个玄武岩，吼，所以你知迄个时代的台湾的人吼，是足有
足有活力的，四界各做，四界去，恁啥物海水果来嘛，物件就直接甲上，而且离平哦差不多有800年，有一批人专门伫遐咧做石头，专门哦，去遐像咱咧专业哦。毋是讲我住咧遐顺煞做哦，毋是哦，有一批人专门就是去遐生产迄个石头的锄头，运过来互恁用哦。很难想象吼，迄就是平湖上早的历史，上早的完整的历史。伫迄个七美岛，有考古学家有甲迄个地方有甲它还原出来。七美，恁下次去七美甲看一下，迄是4000几年前。有人伫遐咧做，尾因为台湾发现讲有搁较好的其他的材质，就无用啊，所以迄个产业就没落了所以产业没落，毋是干那即马搁有无？恁对台湾的前途有烦恼无？有对台湾的前途有烦恼无？我讲一项代志咱知影就好啊咱毋免家讲。其实台湾的发展内底，永远中国因素是一个足大的麻烦。中国的台湾的历史，我甲研究我安尼甲看当然，即安尼讲着破格去、破局去就互知影秘密但是我感觉读历史应该爱看一寡物就是讲台湾哩某一个时间点伊若是经济无易会当发展真好的时间，拢是中国门关咧。听我意思，就是讲中国无要甲人交流，门甲关起来，台湾就足好做生意。因为全世界人要爱中国的物仔，拢爱来台湾摕，因为中国门关起来。咱古早毋是原来安尼，中国铁幕有落来，但是当中国门甲开开，逐个人要物仔就直接去中国。我谁爱来台湾？听有无？所以两岸的历史内底始终会一直发展，就是要么就是中国门关咧，台湾就活较好势个。所以你知影迄阵地成功来台湾，因兜伫台湾就是因为中国关起来，所以人家生意做甲足好势来来去去安尼所以尾仔清朝甲台湾收转来了，迄阵有一个人叫做施琅。伊怎啊甲康熙讲？你继续关门，我会当做台湾王。你门继续关，你莫甲世界无益我就会当只做生意做甲好势个。康熙讲干嘛？迄个反对力量走，拢甲开开。台湾尾啊，伫清朝200几年的经济无益做啥？做两岸，就我都做世界无益啦，就做咱袂灭后中国，中国袂灭后台湾安尼。安尼呢 ，OK， 所以迄个是因为台湾就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咱就变成内需嘛，台湾海峡就变内海，就来来去去，OK， 那日本时代当然日本就家己管，伊就我要你中国管，对吧？所以尾啊，国民党来，嘛是中国嘛阁继续管，所以还阁而且做甲好势个，尾开开我。台湾就叫所以我讲即卖的两岸关系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咱若想袂好势嘛正常的，咱若毋知伫遐要安怎办嘛正常，因为历史顶悬无经验，毋捌讲中国好皮皮婆婆，咱还阁想要活，古早就直接投降嘛，要么就投降过就了煞，你直接互吞去就煞。可是咱阁想讲无爱，你开去我嘛袂。这历史顶悬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所以咱的辛苦是正常，咱的辛苦是非常的正常，咱要安怎去突破是咱最大的挑战。所以咱的时势真辛苦，咱的下一代愈辛苦，因为因面对是这个问题，所以你要安怎面对中国这个物仔，你阁会当要家己活较好势，咱阁要坚持咱的理念。咱为着靠上帝，为什么？因为中国是无神论，
因是无宗教自由，无信仰自由，因绝对袂互上帝攻入去遐。但是咱台湾是一个福音的沃土，所以上帝若要留福音，就甲咱留的啦。上帝若要互咱，互即个上帝咱的信仰的，伊就会甲咱留咧。伊若无爱咱啊，咱嘛扶着咱的，对无？所以美国甲咱救咧嘛是安尼。所以即摆我昨暗毋是传一个迄个演讲吼，伫我脸书，恁会使看。吼，伊就是讲即摆川普，就是因为伊就是我昨有传迄个演讲，就是讲迄个一个台大老师就是讲，共产主义开始的迄个创始就是邪恶的，就一个要毁灭世界的迄个。伊讲美国的信仰一种白教，一种叫做黑教。黑教就是白教，就是要甲即个世界变好的信仰。有一种信仰是要甲即个世界毁灭的信仰。伊讲嘛，共产主义开始就是为着要甲世界毁灭掉。所以伊所有的发展拢是为着要，互咱人被魔鬼用，你知无？所以我讲咱台湾会当袂当即个世界好啊存在，高上帝啊！因咱开始就是上帝好，甲咱用起来。我感觉伊甲咱台湾留咧即个世界，互咱而才真辛苦，吼，绝对有伊的念力，伊互咱的所有的考验。所以咱伫台湾，我感觉讲台湾的前途，咱就是高上帝。啊，你安尼摆来摆去，啊无台湾就无。啊，头拄仔讲一项吼，讲想到中国一定要来台湾，真简单嘛。因为无台湾，伊就袂当去太平洋啊。咱甲炸掉咧啊！咱台湾琉球日本规个拢甲扭掉咧。中国上大的痛苦就是伊无法度入去太平洋。有迄两边啊，即边有啊，河啊大着，你才对啊行过啊。伊爱有一块岛，互伊徛咧，伊才会当起基地，所以因即摆做一寡人工岛礁啊，因做一寡人工的啊，因为伊爱有即地，伊才有法度宣称伊会当入去太平洋，啊无伊就互咱锁掉咧啊，就是伊要出太平洋，咱甲锁掉咧，咱甲琉球日本咱总甲锁掉咧啊，伊出袂出去啊，所以伊甲台湾收起来是因为伊若台湾收起来，伊就直接会当甲美国对抗。伊就是两岸的，伊甲美国的两岸，伊就会使对抗。啊，咱台湾甲锁掉咧，伊只能伫台湾的后壁伫遐，一直甲咱骂而已啊。啊，咱就徛咧伊头前，啊无你要，咱就甲挡掉咧啊。啊，伊甲咱一直甲咱骂，一直要甲咱踢掉，一直要甲咱收转来，就是安尼尔，对无？啊，咱若要直接讲好啦，互你摸转去，嘛会使，伊就欢喜啊。伊讲我伫遮捍卫，啊，咱捍卫是啥？毋是干咱台湾。咱咧捍卫啥？咱捍卫咱的信用啊，信用的自由啊，咱咧捍卫咱的人权啊，咱是为着咱是为着人类咧捍卫的啊，对无？咱若投降就无伊啊，华人世界嘛无伊啊，华人世界一点点仔嘛无伊啊，所以香港人都爱咱台湾徛好势。我遐大陆学生来拢讲，台湾要加油！啊，我毋知有一个所在好来佚佗，啊无若台湾甲中国拢共款要来这创啥？因我爱去香港，因我爱来台湾。啊，伊讲哇，离华人的世界还阁有即种所在，还阁有遮尔亲切的人。哎呀，真是真好啊！恁着爱坚持。真的假的啦？真的，我大陆就讲伊咧。我甲你讲，因为阮民团有真侪大陆的学生，我逐年拢做因的导师。我有一年差不多50个学生是我的囡仔吼，我拢食鸡拢交换嘛。吼，啊，所以因来拢讲哇，台湾哪遮尔好？你内底无职业学生啊？搁较职业嘛，去我甲弄去啊！哈，第一年就爱上台湾的老师，因讲台湾的老师吼，这样的思想自由，吼，安尼教学这样活泼，会当互因头壳一直烧，为什么？伊讲中国拢无即种环境，吼，因感觉讲伫台湾，哇，大家拢这样亲切，因感觉讲。那你华人的世界有遮尔好的所在，因偌爱咱的，你毋知？所以我为。你来遮敢是用你中国人的思想来讲看台湾啊？因少年啦，
因直接，所以我为未来而教，我为未来而教。我教即马20几岁、20岁的中国囡仔，哈，未来就因的世界，未来中国因的管，哈，所以我先甲因教好才好啊。我第一个互伊爱我，爱上我，爱上台湾，啊就对了。然后你就证明讲，台湾跟中国就是不一样，根本是2个国家。我嘘，你小心回去不要乱讲。我一个囡仔吼，回去哦，你脸书一直讲，吼，我才说我回国就被骂了。伊讲伊回去中国，伊讲我回国吼，伊讲我才刚回国，哇，就去用攻击攻甲安尼。伊讲为什么？我讲迄就是中国啊。啊，我带咱的囡仔出去有无？囡仔讲，我第一次出国，哦，大陆人吼玻璃心就碎满地啊！哈，恁台湾囡仔来大陆叫做出国，我讲无叫做啥？啊，叫做回国。咱讲去离开台湾叫做出国，去中国叫做出国，因袂当接受。所以咱就是讲，所以安尼咱知影，咱今仔回去会较有自信，有无？有较欢喜无？终于知影咱伫世界活咧要创啥。所以咱徛咧迄地啦，看咱要安怎徛啦。咱若徛无在世界的毁灭嘛，灾难嘛，啊，咱若徛好，咱捍卫。所以我感觉中国一直甲咱讲，一直要甲咱掠去，无啥物不能想象。伊要爱太平洋，伊毋是要爱你啦，晓无？伊要爱太平洋，伊毋是要爱你啦。啊，咱就徛咧伊甲太平洋的中间啊，无咧。啊，所以伊只能讲你是我的遐就好啊。大陆就要来台湾人啊，就要去缀台湾。伊要去缀台湾。台湾人咧？台湾人，甲你赶到太平洋去啊！我甲你讲，全历史顶悬所有人来台湾，拢是要爱台湾，毋是要爱台湾人。日本人嘛是啊。要爱你这块土地。嘿，你这块土地，我头拄仔讲的，毋是拢咧讲这块土地，我讲着啦。爱你人咧。所以咱足宝，咱足幸运，住咧这块地顶悬，咱就爱，咱爱甲捍卫啊，对啊，对啊。所以你敢知影，伫美国有一群人，拢去伫因创一个因做国家宝藏。因拢去迄个华府的那个白宫。不是白宫，那个图书馆啊，还是因的迄个。国会图书馆。啊。国会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去寻找一寡咱有关台湾的一些资料。FB 都有，叫做国家宝藏。OK。有一阵足热心的，足认真的。啊，因足侪出来迄个当时啊，比如讲美国，因安怎退出的，就是迄个事实啦，迄个事实诶，对啊，因是安怎称呼？台湾。当时咱因对用迄个称呼的不同的吼，所以你会当入去看卖。好，谢谢。因为我感觉讲，所以我其实吼，我来遮是传递圣火。我是来甲即个火吼，啊，传互大家吼。因为台湾是咱大家的吼，啊，我尽我的本分啊认真，因为我感觉讲咱甲即个会吼，咱会当为即个土地做啥物，对无？我感觉咱就是我头拄仔开始讲的嘛，咱甲即个精神，咱甲即个经验，咱甲即个好的物仔甲精力啊，甲传递落去，这就是咱会当留互即个台湾，留互即个世界，而且咱也互世界知影咱台湾徛咧。伫华人世界内底，咱来做一个咱的真要紧的，因为咱台湾的物仔才有真的可能啦。那中国的物仔拢假较侪啦，咱写的物仔较有可能是真啦，啊，因写的物仔可能拢假啦，吼。啊，所以你若要看真的，就来看台湾人写的；啊，若要看假，就去看中国人写的，就安尼尔。因为你知影，因造假真严重嘛，吼。因历史拢是造假的嘛，吼，因的剧。电视剧嘛，拢足侪拢有选择性，敢若咱台湾会使诚实的，甲咱知影拢甲讲出来。所以咱若互世界了解咱的价值，咱就为咱的未来，
啊，无人讲要搁读中文，就去中国读就好啊。问题你用中国的中文，你就看袂出啥物真正的物啊。确实是嘿。伊即个历史是或者国家屏障，我来查。有足济。OK。英文的啦，因为伫迄个华府报出来，一寡迄个也抛出来。OK。好。啊，搁有啥物要交流的无？有无？有啥物事？中国人要看即要，伊即摆的想法是中国人的思想的想法是徛在世界上来想。伊是徛咧因中国家己啊，因感觉因上强啊。啊，我遐囡仔嘛拢去用，因正经我感觉吼，因囡仔若无出来，因其实足可怜。吼，因为因就是去用箍咧迄内底嘛，啊，搁上大地，拢叫是世界就生做迄款。所以我一个学生来到台湾了，啊，伊怎看到世界？伊怎甲因妈妈讲，歹势哈，我以后就是要来全世界。找啥物叫做真诶？吼，伊本来是想讲，伊就安尼读到研究所啊，伊怎要读咧住咧西安啦吼？伊讲伊怎伫遐安尼找头路，安尼 OK 啊？结果来台湾半年，啊去听我的课，你来讲啊，老师，你让我看到世界啊！我不要回家了，我不要回去中国了。中国有啥物好大吼？我要来纽约，我要来英国，我要来全世界。甲伊骂讲不好意思哈，我从此我要来世界，我要来找求啥物叫做真诶。所以因大陆囡仔来到台湾，其实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诶迄个冲击。嘿，因通常若来到台湾了，因就足歹转，嘛可怜，足歹转去，因为因就转袂转去啊吼。所以因通常伫台湾了，因就开始用台湾做起点，因就开始去世界去找。啊，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人类的进步嘛。因中国若无进步嘛是废弃，中国若安怎咱嘛是足废弃，全世界哪有法度收遐济人？所以咱是家己变好势好啊，吼。所以咱家己教，互因教，互因若规个思想开通起来，人若了解，嘛是人类的福气啦。吼，所以我嘛袂晓小气，讲你中国囡仔就我甲你教，我甲教甲足好势，我甲人教足好势吼。所以拢讲。老师啊，爱老师爱到要死啊！我安尼就对啊。安尼中国人去世界不是很多观光客嘛，大陆客嘛，还去毋是看到世界应该知影。无啦，观光客看不到啦，观光客迄拢足浅的嘛，你得爱互伊较深。所以人咧讲两岸交流，尤其少年人，因甲咱吸一堆囡仔去，咱哪毋甲吸一堆囡仔来？尤其少年人啊，少年人是足重要，所以我拢讲今仔日演讲应该有搁较侪囡仔来听。我就一直咧讲，因为吼，我真爱甲即个。啊，你若讲台语，因听无？我讲国语啊。他教书就不要说国语好不好？啊，不行，国语是2个字啊，中国话、华语。好，咱即马吼，因为时间的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最后一个来，有事。有一个问题是想问，就是，老师怎么看进化论跟创造论，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进化论，老师刚刚讲好像是达尔文发现从非洲起源的。对。那创造论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是。我记得有一次读过查理，就是说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人类的起源，伊甸园从那边出来。对。老师怎么看待？啊，当然，迄是即马考古学家甲人类学者吼，因真大的争议啦，吼。啊，当然有一种就是讲人类其实到位拢有，吼，只是讲有诶可能去用消灭去啊，有诶佫留落来，吼。啊，有一种理论就是讲有去。合起来，吼！我行去你遐，就甲你结合起来，吼。所以这其实是真济理论，但是，我是相信讲第一个开始一定是上帝创造出来。啊，可是尾啊安怎去演化？吼，因为人拢会演化嘛，适应环境一定演化，所以我才拄讲，像我去甲夏威夷就变遮大只，因为无法度就死去啊。啊，咱皮下脂肪较高，所以我拢会甲学生讲，我即种皮下脂肪高的人，较适合生存。因为若真是枵着无通食，我才就会燃烧啊，对吧？啊，你若皮下脂肪足薄的人，一时啊就死去啊，就留袂落来。所以人一定是适应环境的迄个演化啦，这是一个演化。所以创造我的信仰就是讲，创造一定有，演化嘛一定有。啊，至于创造甲演化之间的距离是偌济，
迄得爱靠人类学家去甲咱拼图啦。所以目前比较有证据的是非洲时期。迄是到即马为止，大部分的学者为 Y 染色体甲迄个粒线体，拢发现讲亚当夏娃拢乌啦。亚当夏娃乌啦，伊变原开始嘛是乌啦，因为拢为非洲出来嘛。这是即马到目前为止，这人类学者、考古学者，因一直咧重建找人的迄个基因嘛、DNA 嘛，一直安尼出来。伊甸也不是在中东嘛，中东怎么是非洲？这就是在都要讲的啊，就是无共款的理论，甲无共款的论证。咱若阁有时间的问题吼，咱若阁有问题，我知影真侪人有问题，私底下再来问罗老师。罗老师今日有讲啦，讲人有问题私底下问嘛吼，莫耽误有的人3点以后阁有代志。好。重点是咱爱先唱歌来，我老师。OK， 好来。咱日结束了后，请知名牧师做祈祷吼。好。啊，你帮我，我该几帮我。好，OK 来，我来。